好啦，爾多崔爾咧喺2018年咧就開咗頻道啦。2019年1週年，2020年2週年，2021年3週年，2022年4週年，2023年5週年，2024年6週年。咦，咪住先，今年幾多年啦？冇錯啦，今年係2025年啦，已經進入咗7週年啦！好嘢，爾多崔爾頻道已經成立咗7週年啦！再次感謝你哋嘅支持。咁呢，爾多崔爾頻道呢已經唔經過呢，由2018年11月2號開始到而家7年咁多啦嘅頻道，我都會繼續會拍交通工具系列，例如係港鐵啊、巴士等等嘅之類啦。跟住就係直播打機畫面，即係例如係 Switch 嘅嗰個 game 或者 Switch 2啦。仲有係拍埋啲公仔系列啊，即係可能特殊特輯嗰啲啊，呢啲公仔系列啊呢啲咯。仲有係有機會同媽咪打機啦，即係例如同媽咪玩 Mario Party Switch 系列啊呢啲，或者其他 Switch 遊戲嗰啲直播啦，同埋繼續會製作英文影片都有機會嘅。再次感謝你哋支持，我哋下一年8週年2026年11月2號再見大家，再次感謝你嘅支持，我頻道已經7週年啦，2025年，拜拜。